今仔日较好诶同事去餐厅食饭，嘛有2个离开公司诶同事，安尼大家斗阵食。想想我嘛有一组一个科仔诶朋友，嘛是袂歹哦。迄个查某爷夫啊，伊就是较喜欢讲会找一寡伴就是办聚会伊就招足侪摊。毋过咧，我想想诶，就是讲，我若讲有几个较知己诶，安尼嘛是有一摊，就算讲以后大家拢离开公司，散摊就是拢散去啊。毋过这嘛无啥，袂讲去用即种讲有足侪摊拢找我，有人离职有人结婚有人会请我去，也是讲会选我去斗阵去食饭，袂用即种方式来看做讲我家己是毋是足有价值，有替别人认同。我即马就就较袂甲即种代志当做讲对我这个人诶肯定。我认为这就是一种缘分。有诶人就是较合，会斗阵。若有几个甲我较投缘诶，较有话讲诶，毋免讲去追求讲足侪人拢会去找迄个人斗阵食饭，是甲因当做足重视，拢会甲因招，这就是替互人认同。即马对我来讲，就甲即物件袂看作重，这嘛是一种进步，一种人生观诶较进步诶所在。袂像以早就是拢看表面诶，看即个人即个查某爷夫，伊就是做活泼，而且甲足侪人拢真好。毋过伊对我较无欣赏，就会以早我一定会想讲，为怎样我替互人摆脱，会有即种受害者诶想法，就认为家己诚无价值，无就认为讲足无公平。我嘛是一个足热心诶人，哪会无替互人欣赏？这是以早诶观念。即摆诶观念，就是想讲，嘛是有人找我，找我诶人嘛是阁甲我诚合，就是因了解讲我这个人，就单纯，袂讲甲人计较，嘛袂讲就较好斗阵，嘛袂去甲人争，互人无爽快，足竞争，袂互人即种感觉。有一寡人有可能拢是讲，我拢伫咧看电脑诶物件，看啥物物件，看英文诶物件，使人感觉讲有一寡压力，就是伤拍拼。毋过虽然我嘛诚拍拼，我就是学台语学啥，互人感觉讲这个人拢是做兴趣，较袂互人想讲甲这人斗阵，讲话拢足有压力诶。因我即马就较袂讲，就是即马就较知影一寡人甲人斗阵一种无形诶物件，若亲像讲
我讲这物件我拢毋知，啥物人买石头路，啥物人会伫新的公司，啥物人搁甲啥物人联络，以早就想讲，若消息足通透的，就是大家较会欣赏，实际上就是颠倒大家就会比较，伫咧无形当中就会比较，颠倒就是讲，就朋友较好的一两个，其他的就无啥物联络，就是较安怎比就输人，颠倒即种状况，大家就较袂有一寡压力，就想讲这个人真正较落伍伊的消息较落伍，毋过就会互别人感觉伊较厚，安尼就无压力。这就是人甲人之间，以早我毋捌，即摆我有豆豆仔捌的物件，都无啥物野心，嘛无啥物讲伫拼啥物，拼金钱啊，拼拼讲未来会当讲会拼足侪大家想要爱的足竞争的物件，就算讲我即摆去拼啥物学一个新的物件，毋过这新的物件有可能就是工课上，也是讲找新的头路，会使互家己加分，无影响别人，毋过别人听的嘛会想讲有压力啊，因为这是一个竞争比较的强势的社会，咱即摆社会气氛就是安尼。毋过若亲像我去学台语，就算我学甲台语学甲诚好，诚练达，阁会晓写台文，对其他的人来讲，伊嘛袂想讲，这甲我竞争这人若出头，就有对心理上来讲，就是一个对手，有野心，有可能想要，有可能就是甲足侪人私底下拢诚好，安尼就是想要出头，加减减，大家都会较方便。就是以早拢想讲爱做优秀的，爱拼过别人，较会争做一个重要的人，头人，较会使人尊重，互人重视。毋过咧，即摆知影讲，人的心理是无共款的。人颠倒讲，这人去换一个头路，无啥顺利，阁爱寻找新的头路，足同情的。颠倒对伊的印象阁加分啊，会认为讲，这人需要我的帮衬，就认为讲我比迄人较悬我即摆的状况。毋过若讲，出来做有钱，虽讲无影响别人，别人听起来嘛会，迄个心肝嘛会酸酸。想讲，就是输啊，也无就是讲，讲有啥物关系啊，也是讲，有啥物消息来源啊，甲别组的、甲别个主管、顶司，也是别个部门，拢有来线甲啥拢足好诶，听起来足有办法诶。毋过，就变做大家就是表面甲你铺，甲你问消息，毋过伫心肝内底，就会开始想讲，就是有一种距离就出来啊。
拢会食醋啊，啥物人袂食醋咧？这就是讲，即种生理现象，进前我是毋知，即马有体会啊。就是讲，今仔日嘛有讲着，我以前顶司，伊就是去新的公司，表面上真正有较好，公司较大，较趁钱，而且，即个顶司去新的公司，就变讲是南部，就是为伊的公司，就是为伊的主管，管一间分公司，就变做讲，是一个，嘛算讲，就是规个办公室内底，就伊上大，安尼，伊阁找一寡拢是咱，进前咱即马公司的人，拢是伊选过，拢是以早就旧同事，以早下骹手人，变做就甲这做紧紧的、选的做团队，互当然嘛会讲薪水啊，比即摆的公司差足济，以早的顶司去新的公司做主管了后，伊的薪水有增加足济，伊找一寡人过去过去伊新的公司嘛，互伊讲阁加1万块的月绩，等等。毋过，这种代志，我听起来都袂亲像以早共款，拢是听表面，就伫遐欣赏，就伫遐想讲，哪会讲无找我，拢无甲我认同，无甲我肯定。我想讲是安尼无毋对，毋过安尼阁会搁安怎呢？因为啊，以早的顶司互我学着的物件毋是讲这工课上的啊，也是讲这技术方面的物件甲我教。颠倒是讲，伊互我去学即个过程，我对人生有较无共款的看法。以早我就是讲爱顶司认同，同事认同，就是讲伫公司就会一直拼。若别人关系较好，别人互顶司佮同事较欣赏，互业务较欣赏、较学乐，我拢会食醋。我就甲这种互人认同的，当作是人生唯一的价值。毋过，就是讲这前顶司离开公司的顶司，伊有甲我教，毋是伊亲身甲我教，是伊用伊对我无欣赏，对我有意见，即个过程中间，我家己学着的，嘛算是伊甲我教，就是讲人生毋是若是讲工课、同事、顶司，我嘛会使为家己的人生写一本册。虽望这册无人看，毋过这就是我人生的作品，嘛是因为这个顶司把互我感觉诚痛苦，我较会去接受一寡身心灵的道理，互我的想法阁无共款啊。我嘛会因为讲爱消透讲迄个顶司互我的痛苦，
变做我开始写册，嘛甲册写完啦。即马嘛开始伫学台语，台语就是别人认为讲这无啥，这是用工课上的一个角度来看人生。毋过我就是爱学讲，对我的人生来讲，学台语是完全无共款的代志。就是讲，若我的人生当中，敢若会晓讲华语尔，台语就永远讲袂好势，嘛对台文无兴趣，这就变成讲我的人生就，有兴趣的，想要做的代志，就变甲足少，就敢若有讲会计爱足济，找公司，爱足出名的，福利爱足好的，总共拢是公司，阁有讲，所趁的钱有偌济，无就是会晓投资无，有现金买厝，拄啊好阁踏着时机买厝是较俗的，就意思就是家己有趁足济，投资方面，这拢是人生一个无重要，毋过互足侪人当作是唯一重要的代志，就变做讲看代志、看家己、看人生的角度，就会搁浅、搁短，而且就无看，搁矮。我即马学着的就是讲，人生，无需要讲，足侪人拢对我足欣赏的。有拄着一个两个，安尼就真好啊！若亲像我甲隔壁的同事，伊就足大底做朋友的，会当交流，想法。这想法嘛，毋是讲拢讲啥物公司啥物人要离职啊，啥物人离开公司，薪水偌济啊，新的公司规模安怎，有前途无，福利安怎，有爽无爽？若讲甲即种物件当做讲人生重要的代志，就会变做讲，这人生足可笑的。以后别人开讲，总讲拢是讲薪水啊，讲部员公司啊，讲公司的制度，阁有公司的人安怎，都无讲较济无共款的对人生的看法。我即马就是知影讲，虽然我嘛有以早迄种兴盛，毋过兴盛了，我就知影讲，对，这就是以早足传统的看法，就是兴盛。这人找着好工课，无就是讲摕以早的顶司欣赏，就摕有去新的公司，而且有踏着时机，月结，加10000箍，等等，无就是讲，找着一个公司足有前途的，足趁钱的，无就是讲，拄啊好这公司新的公司欠主管，伊就踏着时机，无就是拄啊好顶司甲伊作合，就是安尼。这就是以早追求的，即马就袂啊，就知影讲，就算别人伫工课上，无甲我欣赏，这嘛无要紧啊。无就是讲，查甫的也妇
就去招足侪人去食饭啊，去讲一寡讲一寡较秘密的代志，毋过拢袂找我，甲我摆脱。毋过嘛无要紧啊，无去追求讲要互一个做就是做红的人互伊欣赏，互伊甲你当做讲伊的名单内底朋友名单，然后这无重要呢。亲像讲，我嘛逐工做无闲，去学台语啊，听广播电台啊，会当做的代志实在是足侪。搁有讲甲翁斗阵安尼，实在嘛无时间去追求讲，替互即个查甫也不欣赏。伊即马为着啥物原因对你有就是有甲你欣赏，毋过嘛有一工，可能伊来找你斗相共，你甲伊拒绝，嘛是生变变啊，这嘛是有可能的啊。因为人甲人之间建立的连结，有可能是工课上互相利用，毋过毋是即种观念，即种人生的观念、个性的个性的哈，毋是建立伫即个基础。当然就是有可能就是一摆合作，工课上的合作，就会当变变啊，诚脆弱，毋免去牺牲会去牺牲拢是用以前的观念去看代志，眼界还袂拍互开，就是安尼。就若亲像讲，有一个处女座迄个同事，当然伊嘛是因为伊真会晓表现而且嘛真正讲对代志拢足紧张，这嘛付出足济，对公司的代志付出足济，当然就旧的顶司就诚欣赏，就甲伊找去公司做伊的做伊身躯边的爱将。毋过咧，即个处女座即个同事伊就是讲无值钱，伊对你好实在无值钱，因为伊的眼光就是做矮的，拢囥伫工课上。你若对伊工课上是有帮赞的伊就对你诚好就是表面的。伊对你好，毋是讲伊欣赏你伫工课以外的即个人，毋是就单纯就是你伫工课上甲伊会当配合，做好合作，伊就对你真好。就若亲像迄个处女座的同事就是旧同事。进前是甲我诚好，拢我会甲伊开讲啊，两个安尼讲算笑，就一直讲话白事仔诚好。毋过有一工伊讲闭面就闭面啊，我阁莫名其妙讲，是安怎？伊哪会突然间对我的态度诚歹？有可能伊会认为讲，我哪会使去甲人应一项头路，迄头路是伊要做的呢。这当然就是政治，政治就是讲，我爱看互清楚，讲每一人伫想啥物代志，就爱细腻，莫讲公亲变事主，无就是讲，知影讲这个人，我若去甲别人应即件代志，伊会认为讲，就是替伊答应，安尼会变做
变做讲无家尊重吼，伊会安尼去看代志。毋过我对人的政治吼，这政治的方面，我着真正较无概念，我着诚单纯，着想讲，这代志着大家来做，大家来讲啊。我心肝内底无政治这种想法。虽讲政治若是讲着啥物民进党、国民党，我是做有研究的。毋过，第一公司的政治、工课上的政治、人甲人关系的政治，我颠倒就是拢白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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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目，就是安尼。就是变做讲，我若是追求以早想要爱的物件，即种物件做脆弱的，而且嘛需要依赖别人。今仔若讲旧顶时，有一工变面，就有可能做一个工课上的合作。对，我着举一个例啦。我进前甲即个旧顶师嘛是诚好，我嘛足想要为伊做足侪代志。迄个时阵是戆做，就是伤白目，伤一厢情愿，就变做讲，开始互即个旧顶师对我足无信任，嘛是造成伊变面，变面了后就是，我着变甲足黑，诚黑，诚黑，诚黑。毋过，虽然我真黑，我嘛知影讲，嘛学着一件代志，就是我甲这顶师的关系，真正足脆弱的，就变讲无啥物信任的关系。伊嘛袂。伊就心内就想讲，奇怪，我迄时对伊即个合作的客户，是毋是因为有时阵即个客户会直接找我？迄个时阵我较热心，就想讲，代志拢无人做，我不要紧我跳落来做，嘛足愿意做的。迄个时阵，误会讲。我若做拍拼，好好啊做，顶时就会甲我欣赏，同事嘛对我就会配合。当然，毋知影讲一切拢是政治，人甲人之间的政治。顶时会想讲，你无甲我尊重，你拢甲有代志抢去做，去决定一寡物件，安尼我做顶时的。足无安全感呢。同事嘛会想讲，这人伤热心，安尼比较，就变讲伊啥物代志拢知影，我着讲随伊忝，而且嘛讲我伤热心，别人有压力，讲白事我拢无代志做，而且我遐热心嘛是会。抢别人的势头就变做讲，这种关系是足脆弱的。我甲即个旧顶师嘛是因为伊就开始怀疑讲，我是毋是答应客户啥物代志，无就是即个客户是毋是我甲伊疏通有可能伊就黑白想。就对我足无信任，就变做讲进前我甲顶师遐好的关系，只要讲一旦讲即个顶师开始对我有犹豫，即变面，我就马上变甲足黑，就变讲即种关系无啥物值得追求啦，足脆弱的。因为这毋是
因为讲即个电视影响我的精神，影响我的个性，拢毋是啊，只是讲一个工课上讲，工课上我会使互伊帮衬，毋过伊若今仔烦恼讲我会抢伊的重要性，就是一个人甲人之间的政治，伊若想着这，一个人，你做共款的代志，拢遐热心，若讲电视对你就无信任啊，一切拢无效啊呢。伊早做遐济，毋是拢变瘾头啊？这着互我开始去思考，就是为家己的人生加做一寡代志。想想的，以后人生若食老，会想到的都毋是讲以早我伫倒一个公司有啥物人做欣赏我这个人，买的时阵啊，无就是会招食饭啊，我拢食足侪摊。我相信食老的时阵，即种伫咧公司，足侪人对你拢甲你当做共一个箍仔内底，拢会甲你招，这拢无重要啊啦。颠倒讲，我几岁的时阵有写一本册哦，这颠倒是重要的代志。颠倒就是讲，我有趁43岁、44岁、45岁时阵开始学台语哦。我即马食老啊，毋久，我台语有开始练。我相信食老的时阵看的物件就是这个。阁有讲，我甲阮翁，讲我甲阮翁感情袂歹。我伫几岁时阵呢，就知影讲，我无应该用即种受害者的心情，甲阮翁当作是歹人。我甲翁就是互相学习。我相信食老的时阵，啥物是重要的，啥物是无啥重要的，拢会一清二楚。毋过即摆因为就是一工开足侪时间伫咧趁钱食头路，人甲人之间就变做会去比拼，就以为讲一个月月给偌济，是毋是做好运，拄着一个欣赏家己的同事、顶司，有一个做好的踏着机会，无就是好运，足够找，凊彩找，就找着一间真好的公司，无就是讲人脉真好，实在足侪头家做头家人，无就是讲有20档、30档、40档拢做好的活拆，姊妹仔伴，就是即摆想的拢是即种物件上重要。为安怎咧？就是讲，咱看电视、戏剧，拢是共款的意识。就若亲像讲，即摆大家拢会讲，台语无重要啊。英文是学英文是比学台语搁较重要。而且咱即摆社会意识嘛会讲，这华语就真好用啊，就大家讲华语就好啊，拢足顺的啊。若需要讲，台语就无好用啊，因为大家拢无练习用台语来表达足侪代志，就变做足生疏的，就
会叫是讲台语足无好用呢？这就是即个社会，主流吼，拢会逐工甲人教。我即摆既然无想要讲做，我即摆行心灵的路线吼，行无共款的路行即种听家己心内声音，去找找人生中真正重要的物件。人生的重要，阁有对家己的看法袂讲阁用社会甲咱教，逐工伫咧甲咱洗脑的迄套。既然我无要行即套，我无需要牺牲袂当遐矛盾。讲要做一个心灵方面有铁合有多元想法，要跳脱即个主流社会安尼的人，毋久阁形成讲，哎呀，讲话足咸呐我知影真顶时啊，伊就是去学咱即个阮这公司的啥物人、某物人啊，阁互因足侪薪水的若我会感觉无爽快，就是怨妒别人讲离开公司有搭着较好的机会，拢当然就是看家己想要爱，毋过阁无法度摕到的这方面，拢会变做若讲食醋，就是家己心肝内底嘛想要爱讲换一个头路真好，搭着时机好做者比即摆好做者阁有讲即个顶时若讲是找我去甲伊斗阵拍拼事业，当然家己就会暗爽，讲这就是表示我足有才调的，足值得信任的较会跳真顶时阁找去因的新的公司。毋过我即摆若怨妒讲伊着找阮公司几个人啊，爱将去因新的公司就是甲因阁合作阁去看中这同事一寡同事4、5个同事着看中因的能力阁有甲因真好关系足好，着马上着变做这顶时的人马啊着顶时的家己人我若讲心内着会心内着会着会对这点着一直咧想表示讲我的心肝内底就是想要爱，毋过无得着，较会讲心内就是无欢喜。我若有无欢喜，原因就是我嘛伫咧追求这种物件追求讲替人请去新的公司，用搁较悬的话价这就是替人欣赏话价搁增加搁去搁较好的公司，较有规模对未来搁较有发展。就是我若对别人替真顶时找去斗相共，这件代志有无欢喜，原因就是我嘛想要得到安尼待遇我嘛想要得到安尼好机会我就会知影讲我的内心，毋过我即摆有发现讲我有淡薄仔会食醋，讲我就知影迄个处女座迄个同事伊就是
嘿啦，伊就是摕顶时乌去因公司。一开始有淡薄仔，就是即个滋味无啥好势，毋过，我着真紧就会去甲因祝福，着较袂讲会加加减减，会想一寡讲，这无完全好诶啦，有一工会变面啦，这无恁想诶遐好，等迄蜜月期过啦，恁就知吼。加减会心内有想即种物件互家己感觉较爽快。毋过我嘛马上知影讲，家己有即种想法，就是家己对这主流的追求、主流的价值，这社会大家拢共款的一个价值，大家拢摕共款的物件洗脑去。就变做我有时阵嘛犹原会洗脑的即种物件搁伫我就变做以早有可能是97%摕洗脑即马随便讲较减轻有可能变做40%尔毋过嘛是有啦无可能讲一日就变做讲变佛祖安尼拢角度足悬拢做漂泊的当然是无法度安尼。毋过有愈来愈好，袂像以早的观点拢共款拢做airy的、做眼前，而且拢足看表面的。我无想要变做安尼的人，就若亲像讲，我今仔日写册、写小说共款当然嘛有人写的小说就是即个主角足有钱、足有权、足霸道搁足巧、足�贤�足�贤�。有人会写即种物件这就是足表面、足主流的价值。毋过，我希望我毋是安尼的人，安尼我写出来的物件较会甲人无共款。就是讲即马随网无人注重讲这个人写啥物册好看毋过就是我着写嘛，着留起来就是我家己人生的作品。相信讲我食老的时阵，上珍贵的真正毋是讲伫即个公司的名片、片质这是名片，才是妹子应该讲妹子。即个妹子写啥物经理写啥物啥物理啥物理写甲足厉害。也毋是讲薪水是足悬的，一年几百万的我相信讲食老的时阵，对家己重要的颠倒就是讲，甲爸爸妈妈阿爸阿母、兄弟姊妹感情安怎，甲翁甲某的感情，甲囝儿逝世的感情搁有交着好朋友无？这好朋友毋是讲伫咧公司有斗赞助、斗相共就变做关系较好这拢是做脆弱的拢建立伫工课上。若讲食老的时阵有偌济朋友，这朋友就是真正是毋是讲即种表面的合作的关系。食老的时阵，看家己的人生重要的物件佫无共款对我来讲，我就是豆豆去
放下一寡以早认为足重要诶代志，即马豆豆仔调整，就当亲像以早想讲，这台语着无重要啊，这有啥物重要？无法度互家己趁着钱呢？即马着开始想法无共款啦。相信我会愈来愈有一寡甲替洗脑去诶即种主流诶价值，对这开始豆豆仔找着真正讲家己认为人生重要诶代志，毋是别人讲重要，是对家己来讲真正重要，毋是社会讲重要。就变做我愈来愈有家己诶主张，啥物是重要诶？是由我来讲，毋是即个社会。这社会讲话剧重要，即个物质内底诶态度上重要。趁钱有厝有车，啥物车？即个厝是伫倒位？大细啊，地点啊，有好运踏着时机趁着大钱，抑是讲趁着时机拄着好诶顶司，互家己变身，突然间有前途，会当做啥物主管，这拢是社会讲足重要诶，毋过有问过家己，对家己来讲，啥物物件较是重要诶？毋是别人讲诶，是家己讲诶，我着渐渐重视家己讲重要诶物件是啥物，就是安尼。